好，我去唱这首国语，等下去唱母语了。我想要唱这首，这是我当兵的时候写的一首歌，这样。我觉得人生总是会遇到挫折，尤其是在追求你自己很想追求的一些事情上面。我爸爸一直都不让我做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，可是后来他还是很乐意让我看到我在台上的表演。我很感谢我这几年很多朋友的支持，然后让我会想到这首歌，然后这首歌眼泪不要掉下来。其实我觉得会啦，只要你很想做的事情，你都会感觉到你身边一定会有一些朋友在帮你的。谢谢大家来听这场演唱会。之前，没人会先说个明白，就像平常一样度过的世界。开场会先有个春天，来迎接你的腼腆，也不知道梦想会多遥远。再过不久，你才会渐渐地发现。折磨的伏线分散在不同的时间，原来自己那么的脆弱，不懂的事还这么多，而这个世界另外一面，现在看见。我说眼泪不要掉下来，眼泪不要掉下来，眼泪不要掉下来。我说眼泪不要掉下来，眼泪不要掉下来，眼泪不要掉下来，眼泪不要，眼泪不要。开始之前，没人会先说个明白，就像平常一样度过的时间。开场会先有个春天，来迎接你的腼腆，也不知道梦想会多遥远。再过不久，你才会渐渐地发现。折磨的伏线分散在不同的世界，原来自己那么的脆弱，不懂的事还这么多，而这个世界另外一面，现在看见。我说眼泪不要掉下来，眼泪不要掉下来，眼泪不要掉下来。我说眼泪不要掉下来，眼泪不要掉下来，眼泪不要掉下来，眼泪不要，眼泪不要。我说眼泪不要掉下来，眼泪不要掉下来，眼泪不要掉下来。我说眼泪不要掉下来，眼泪不要掉下来，眼泪不要掉下来，眼泪不要，眼泪不要。我说眼泪不要，眼泪不要。谢谢。好，来谢谢杨美，让杨美休息一下。